康道，上帝有新的梦，请曾牧师。亲爱的兄弟，大家平安。咱甲咱身边的兄弟讲圣诞快乐。咱同心来祈祷。主，今仔日阮有真侪的朋友，阮所邀请的亲人，甲阮做伙来到礼拜堂。阮要恳求天顶的上帝，你祝福因，互因伫新的一年有愿望甲平安。阮真欢喜，今仔日有向日葵学院的同学，佮有课后辅导班的阮的囡仔。因嘛伫阮中间唱出因的诗歌，愿天父上帝祝福因，互因伫成长的过程顶悬有上帝你所想说的光明甲智慧。阮非常的欢喜，今仔日嘛有喜乐保育院阮的姊妹、阮的兄弟，甲阮做伙来做礼拜。主耶稣，你是带来愿望的救主，伫今仔日阮庆祝你的降生。愿主你将你的好消息来赏赐互阮，互阮伫敬拜的时，每一个人拢有一个祝福。这个祝福赢过圣诞节的圣诞礼物。愿伫你的面前恳求主你对天赏赐阮这个祝福。愿安尼祈祷，我归耶稣的圣名，阿门。伫新的一年，求天父上帝祝福咱在座兄弟姊妹有新的愿望。你相信明年较好吗？有真侪人，全世界其实拢对明年毋知要何去何从。但是圣经讲，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是要报告上帝所欢喜的年。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上重要就是要甲咱讲，明年是好年。弟兄牧师，敢有影有这个圣经吗？今仔日的记载。无论是路加第4章，无论是以赛亚63章，拢是咧讲起上帝欢喜人的年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伫今仔日，咱伫圣诞节的礼拜中间，咱有3个祈祷，两个为家己祈祷。第一，主明年赏赐我新的愿望；第二，主求你帮助我。将我所拄着今年的困境，将伊换做上帝你的祝福。第三，愿天父上帝帮助我，成做一个甲人分享圣诞节快乐的基督徒。这是今仔日的礼拜3个祈祷。今仔日的圣经对咱来讲就是一个祝福。所听兄弟姊妹，今仔日对了后，你若愿意，你可重新把这段圣经搁读一摆。今仔日做礼拜时，我看到阿海伊来到礼拜堂坐咧，伊就无一退起来，伊就开始读这段经文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这个祝福的经文对你、对年头到年底，对年头到年底，愿天父上帝所赏赐咱新的愿望、新的稳定、新的快乐。因为今仔日的圣经，请注意看。以赛亚63章第40B，今仔日咧读圣经怪怪，牧师只有经1节半。以赛亚周报顶悬牧师照教无注意，所以后来迄段又搁写起来。其实后来迄段应该爱读，但是牧师为着要互咱的焦点，咱会当较注意今仔日的圣经，所以14节到16节咱就无读。其实咱应该规章的以赛亚书63章，拢爱完整来读。我邀请兄弟你读了，恁才家己读。因为今仔日咱的礼拜要抗议一个祝福，伊的焦点讲：我救赎我的百姓的年已经到。牧师搁读一摆：我救赎我的百姓的年。这个经文会当会缩短，加做3字：我的年
我的年，意思就是上帝祝福的年。愿兄弟姊妹伫今仔日的礼拜，恁伸手甲上帝讨讲，上帝，我将明年交伫你的手中，我将2021年交伫你的手中，主求你互新的一年是一个奇妙的一年。但亲像阮今年所演的圣诞节，圣诞节会发生奇妙的事情。这节的圣经拄甲咱今仔日所读的新约，路加第4章19节，第4章19节讲，上帝找耶稣来到这个世间，最主要就是要甲咱报告。所以圣诞节最要紧就是甲咱报告讲，明年是上帝喜年。伫圣经中间，喜年是一个真要紧的观念，因为犹太人每59年，第50年，拢是上重要的一年。7749搁过去，喜年就是喜年。所以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每一年都是上帝所祝福的一年，每一天都是恩典满满的一天。愿天父上帝祝福咱，伫今仔日的礼拜，咱对上帝讲，我深深相信，一年拢比一年更较好。对我少年到我年老，每一年拢要比旧的一年更较丰富，更较有上帝的祝福。这是牧师邀请咱做伙祈祷，咱伫上帝的面前讲，主啊，伫你备办新的一年，明年要更好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。为什么？因为主耶稣将这个圣诞、这个生命的祝福带到这个世间。因为主耶稣，咱的人生就无共款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听见第2个祈祷。今仔日圣经以赛亚书第63章的第9节，伊伫迄个所在讲一句话足奇怪。你会感觉讲，有影圣经嘛有安尼讲。恁捌听过苦民所苦这个字无？恁捌听过苦民所苦吗？以赛亚63章第9节，伊就是咧讲起上帝知影咱的苦境，所以上帝知影咱的苦境，这就是圣经所记载。伊讲世间人伫一切的苦难中间，上帝甲因同受苦。这句的意思就是讲，天顶的上帝知咱的轻重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有影无影？恁家己读这段的圣经。神苦我们所苦。所听兄弟姊妹，常常祈祷，祈祷就是咱的生命改变的开始。你讲牧师敢有影？牧师邀请你试试看。在咱的人生中间，在咱的人生生活中间，试看卖。主耶稣真无共款，主耶稣要听咱的祈祷，咱的上帝要改变咱。愿今仔日的礼拜，互你产生一种的感动。你讲主，我要试看卖，我要对你祈祷，求天父上帝改变我人生中间的困境、艰难。愿我伫新的一年，看见你的救恩。今仔日所读的以赛亚第9章63章的第9节的尾啊，伊讲上帝要差遣伊的天使来拯救伊所疼的囝儿，上帝要用慈爱甲怜悯来帮赞拯救因。这项代志是对古早到今仔日，上帝的疼是对古早到今仔日永远无改变。搁落去这段话真奇怪。这是咱读台湾话白话字的圣经读无？伊讲上帝要常常抱因，上帝要归因。迄个翻译其实到连牧师嘛读无啦。白话字的圣经翻译中怀抱迄个抱因的这个怀抱，竟然咱古早的台湾话叫做归因啊！我毋知在座的长辈恁敢知这个字要安怎写？但这个字圣经原文叫做 NASA。你们知影 NASA 是啥吗？你若捌看过太空火箭的，你就知影美国上出名的太空总署就是叫做 NASA 啦。NASA， 但是伊原文咱的圣经讲 NASA， 读音迄个重音是读伫后壁 NASA。
但是太空总署是读 NASA， 这个字就是讲上帝常常要抱咱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咱的囡仔，咱小命命，咱常常该拥抱对无？咱的囡仔，伊感觉被父母的拥抱，就是代表爸爸妈妈对我的接纳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今日咱的天父上帝要拥抱咱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咱得到伊的帮助。那三这个字有几种的意思？就亲像一个爸爸甲翁儿啊，吼，迄个牵起哩，佫较亲热。囡仔真爱这种的动作，因为感觉足特别。这个就是上帝高举咱，上帝将咱高举伫伊的面前，用伊的笑容来看咱。伊代表支持，伊代表帮赞，伊代表接纳。最要紧，伊代表伊赦免咱所做一切错误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愿上帝对你讲话，不但安尼，愿上帝抱恁伫伊的面前。所以伫今仔日的礼拜，牧师要甲咱讲三个祈祷。第一个祈祷，如果牧师若有权柄，如果牧师若有上帝圣神的同在，会通甲恁祝福。这就是今仔日伫礼拜中间牧师第一个为恁所发出的祈祷。愿上帝赏赐恁新的一年，有恁心中所期待的愿望。伫咱聊天的过程，有人甲牧师讲：“牧师，我最近还阁无足顺。”但是牧师甲你讲，不要紧，明年会阁较好。你相信吗？毋是相信牧师的话，是相信我甲你，咱所相信的上帝，是一个稳定的上帝。所以头一个牧师要邀请咱祈祷伫上帝的面前讲：主啊，新的一年，互我有新的愿望，不是有望了，是盼望，重新有盼望。愿上帝赏赐咱伫伊的面前，咱发出的每一个祈祷，上帝拢接纳咱。咱的教会当年的圣诞节，拢有互咱的青年甲青少年参与伫礼拜，就亲像长老甲执事主持甲牧师做主持礼拜。但是每年的圣诞节，咱的囡仔，因拢真爱点蜡条，每一支蜡条代表愿望，代表喜乐，代表平安，代表上帝的慈爱。最中间迄支上界悬的迄支，代表主耶稣。所以咱每点到一支蜡条，是代表咱愿望上帝所赏赐对天顶互咱的祝福。所以听兄弟姊妹，你认为耶稣会当带予你什么种的祝福？你爱平安吗？你爱愿望吗？你爱欢喜吗？你爱将来有心中永远有满足的疼，就是你感觉你的身边的人拢足疼你。愿天父上帝听咱的祈祷，互咱伫礼拜的中间来相信，咱所发出的祈祷，就亲像咱手所点的蜡条，伊要带来上帝应允伫咱的生命的中间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，互咱真正伫圣诞节的中间，咱会当领受上帝所赏赐，愿望、怜悯、喜乐、平安。愿天父上帝甲咱三甲伫地。圣诞节就是一个提醒基督徒咱的纪念，一个主耶稣陪伴咱祈祷，伊甲上帝应允带到咱的人生的中间。圣经中间所讲的应允有什么呢？所以兄弟姊妹，如果你的囡仔问你讲，爸爸是安怎教会拢爱点蜡条，你甲伊讲点蜡条就是祈祷。你的囡仔问你讲，爸爸我要祈祷什么？所以兄弟姊妹，祈祷天顶的上帝对天顶将伊的祝福，亲像雨水降临伫咱的生命中。所以这就是天顶的愿望。第二个愿望是什么？伫我的头前
有上帝咧等我。我的上帝毋是干那伫天顶，我的上帝要伫我的人生的中间，伫我的头前听候我。这叫做伫前头摆在前面的盼望。少年人成长的过程顶悬，伊拢仰望将来会更较好。圣经真正有写讲更美的应许。兄弟姊妹，你相信吗？古早人拢常常甲咱安尼鼓励讲，人生会愈来愈好，亲像倒吃甘蔗，有无？甘蔗头、甘蔗尾，对一头较甜。我嘛毋知影，但是我知影倒吃甘蔗意思就是讲，人生会愈来愈甘甜，对无？愿天父上帝赏赐咱在座兄弟姊妹，咱愈是到年老，咱愈感觉幸福。愿天父上帝赏赐一个没有遗憾。顶礼拜牧师甲恁分享一个阿公，伊的名叫做西面，毋是西面哦吼，西面。伊是一个老人，看到耶稣出世，伊非常的欢喜。伊讲：主啊，我知影你所应允的已经成就。今仔日我看到上帝你的救恩。愿所有咱在座的长辈，你的人生毋是土开光，人生是苦海。愿在座所有的长辈，你愈到年老，你甲你的孙仔，甲你的囡仔讲，人生实在真好，充满幸福。人生实在真好，充满幸福。也即甲你的身边的亲人讲，人生真好。咱拢淡淡毋敢讲，也即你相信人生真好吗？愿天顶的上帝听到咱今仔日当心的祈祷，将满足的喜乐赏赐予咱。愿咱伫今年的圣诞节，咱个一摆甲耶稣讲：耶稣，谢谢你，今年的圣诞节真好。愿咱伫主的面前，第二个祈祷牧师要甲恁讲：毋免惊，人生要愈来愈好。今仔日的圣经甲顶礼拜的圣经拢有关系。顶礼拜圣经牧师讲到一个人叫做撒迦利亚，恁会记吗？天使甲伊讲，上帝已经听到你的祈祷啊，你毋免惊。牧师今仔日佫讲撒迦利亚迄句话，佫讲一摆。天使今仔日嘛，甲在座兄弟姊妹，甲咱每一个人加油、加油、加油，毋免惊。虽然检测你的身躯有病痛，虽然你的生活有着艰难，毋免惊。因为日子如何，过来咧。阿们。圣经讲你的日子怎样，你的力量也有够强。因为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，我凡事都能。也即你若相信上帝的话，你就用上帝的话做你的祈祷。因为圣经是记载上帝对咱的应允，所以上帝讲毋免惊。今仔日咱所读的圣经以赛亚书64章第3节，伊讲：我是苦民所苦的上帝。我知影恁的轻重，我知影你的轻重。所听的姊妹，上帝在你伫2020年所拄到的困难，你敢愿意从你所拄到的困难，你用祈祷，你甲上帝讲。上帝伫旧年我拄着这个，但是伫新的一年，愿天父上帝你帮助我。我知影你知影我心中的艰苦，也即请你会记得，上帝真正安尼讲，伊讲我的囝儿，你也未祈祷的时，我就知影你的困难。我的查某囝，你也未祈祷的时，我就知影你所拄着困境。愿天父上帝伫今仔日的礼拜帮助咱，互咱伫伊的面前来得到伊的帮助。咱的困境，咱所拄着困难，咱伫伊的面前，上帝讲：我听你的祈祷。愿咱伫伊的面前
唱出这条诗歌，我真爱这条诗歌。这条诗歌伊安尼讲：不要怕，不要慌，风会停，浪会息。你要全心依靠我，我会在你的身边。也这你相信，咱的上帝要陪伴你吗？原来用诗歌做祈祷，原来用祈祷做咱的诗歌。咱伫主的面前，咱甲上帝讨讲。主啊，今仔日牧师带阮读的这段圣经，我知影，主求你抱我，求你归我。今仔日圣经讲，上帝要用伊的慈爱甲怜悯，上帝要用伊的慈爱甲怜悯来帮助。所听兄弟姊妹，愿咱相信，愿咱领受，愿咱祈祷。愿咱的上帝听咱的祈祷，愿天父上帝扶持帮助咱，抱咱，带咱到伊的身边，互咱常常得到伊的怜悯。就亲像顶礼拜咱所听到撒迦利亚，天使甲伊讲：上帝有听见你的祈祷哦，上帝有听见你的祈祷哦。兄弟姊妹，互牧师甲你提醒。今仔日上帝要听你的祈祷，愿你用敬虔的心甲上帝讲：上帝，我即摆拄着什么种？我拄着什么种困难？上帝，我知你要听我的祈祷。这就是圣诞节欢喜。圣诞节最大的欢喜，就是咱感觉上帝听咱的祈祷，咱看见救恩，一生没有遗憾。咱看见上帝，咱嘛听见上帝。愿咱伫伊的面前，每一个人做圣诞老公公、圣诞小公公。今仔全世界拢感觉圣诞节是一个足有意思的日子，所以无论基督徒非基督徒，因拢欢喜过圣诞节。因烧酒去食大餐，因烧酒去唱歌，因甚至伫街头巷尾。因互相讲圣诞快乐，所以兄弟姊妹，圣经讲恁要看见一个记号，就是有一个红婴出世伫马槽内，用布包伊，这就是圣诞节的记号。这个记号代表赏赐、应允、甲愿望。所以兄弟姊妹，愿咱伫圣诞节时，你想着你的朋友。想着你的亲人，愿你也为着你的亲人准备一份的圣诞礼物。所以兄弟姊妹，今仔日才20号，还阁有4天。你今仔日若有想着你一个足久无联络的朋友，你嘛当写一张批予伊，敲一通电话，甲伊问候。你嘛当送伊一块 CD， 你嘛会当送伊一份圣诞节礼物，你嘛会当对心中为伊祈祷。愿天父上帝帮助咱，耶稣毋是干那听咱，耶稣听你身边的亲人。愿世间所有的人，今仔日的课务班的每一个小朋友，向日葵学院的同学，上帝祝福你们。你们的生命将来要充满了美丽。咱做伙来祈祷，主愿欢喜过圣诞节，愿意用阮的话来祝福囡仔，愿意每一个伫阮身边的亲人，因拢健康、平安、快乐。最重要就是上帝你长看悬深你的疼，充满伫阮每一个亲人朋友。这是阮的祈祷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尊名求，阿们。